詞語一，疏鬆，疏鬆。二，堆砌，堆砌。三，綠化，綠化。四，變遷，變遷。五，惡劣，惡劣。六，鞏固，鞏固。七，重疊，重疊。八，繁茂，繁茂。九，寬廣，寬廣。十，熟悉，熟悉。11，陪伴，陪伴。12，見證，見證。課文第一段，袁隆平出生於1929年的北京，是中國受人敬仰的農業科學家，致力開創雜交水稻研究的工作，有開引號雜交水稻之父閂引號的美譽，他成功解決世界糧食短缺的問題，為中國及世界帶來重大的貢獻，袁隆平在2021年去世，當時到來送別他的人絡繹不絕，第二段，袁隆平自小聰敏而好學，成績優秀，常主動向老師請教，6歲那年，他跟隨小學老師參觀一個私人園藝場，從此對種植產生了濃厚的興趣，袁隆平曾回憶說：冒號開引號，那天我在園藝場看到不同的植物結着果實，感覺有一種田園美，就想長大後學農，種出豐美的果實，閂引號。他長大後報考大學時，便選擇修讀農學系，第三段，大學畢業後，袁隆平去到一所農業學校當教師，那時候，中國正發生大饑荒，許多人活活餓死，袁隆平心裡非常難過，便立定志向，決定使人類遠離饑餓，讓天下人都有飽飯吃，於是，袁隆平開始研究新的水稻品種，最終培養出成長期縮短、產量倍增的雜交水稻，第四段，袁隆平重視實踐，知道解決問題不能單靠躲在實驗室裡埋頭苦幹，他走遍大江南北，尋找適合研究的水稻品種，並在全國各地開墾實驗田，跟農民一起試種，袁隆平每天都在不同的實驗田來回奔波，農民常常看到他騎着自行車的身影，到了上世紀80年代，
他把自行車換成摩托車。逗號，天天在實驗田間流連。句號。第5段，數十年來，逗號，袁隆平孜孜不倦地研究和改良水稻品種。逗號，終於把雜交水稻的產量大幅提高。逗號，並把研究成果推廣到全球80多個國家。逗號，造福世界。句號。聯合國糧農組織十分推崇袁隆平。逗號，認為他的研究成果保障了無數人的糧食安全。句號。袁隆平雖然離開了這個世界。逗號，但他那無私奉獻的精神卻永留世間。句號。